我的天儿啊！这些年他在外面过的竟然都是这些苦日子。老公，等我们接到天儿，可一定要好好弥补他。这是我们名下天恒集团的部分股份，还有上京的一套庄园的转让协议书，就当是我这个当妈的给他补办的成人礼。老婆，先别急，咱们失散了20多年，现在突然带着这么多家产去认亲，我怕这孩子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易建豪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打算让我儿子继续送外卖？咱们还不知道他在市井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若是天儿不务正业，这家族产业不能轻易交给他。咱们啊，还是先考验考验他。你怎么给我配送的？我说了提前30分钟送达，你没做到，现在我不吃了，给我退钱。大叔，30分钟前餐都没出来呢，而且按平台规定这种情况，什么规定？不给我退是吧？我现在就投诉你！以前你怎么搞的？老子又收到关于你的差评，这个月的绩效你1分都别想拿到。站长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小雪。一天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父母亲戚都入座了，就等你一个人了。小雪，你别生气，我刚送完最后一单，马上就骑车过来。你快点儿！还有，你赶紧给我把你的工作服给我换了，别给我丢脸。爸妈，如果你们在，看到我今天成家，一定会感到欣慰吧。小一点。大姨，大姨你没事吧？伤到哪了没有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注意，鸡蛋要是碎了我照价赔。这玉佩，儿子，我的好儿子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儿子，我们是你失散20多年的爸妈呀！什么？你们说，你们是我爸妈？不过天儿，你会怪爸妈现在过得不好吗？爸妈，我怎么会嫌弃你们？我想死你们了。爸妈，这些年你们过得怎么样？儿子，就只是农民，种地，养鸡。对，就平平淡淡的。爸妈，没关系，咱们现在在一起就好。以后儿子多挣点钱，给你们养老。你看咱儿子多懂事儿。不愧是咱们的种，看来咱们这家业可以安心传给他了。对了，爸妈，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赶紧跟我进去，我带你们见我的未婚妻。我的老天爷，儿子，你都给咱们娶上儿媳妇了。老婆，虽然咱儿子目前没什么问题，但儿媳妇还得好好考察考察。万一是个嫌贫爱富的，咱们把家业交出去，不是白瞎了？咱先把聘礼准备好，等儿媳妇通过考验，咱们就送出去。速度准备一份价值1000万的贺礼，等我指示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咱们赶紧进去吧。好，咱们进去。刘勋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爸妈还有这么多亲戚等了你多久？对不起，我路上耽误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酒店经理呢？怎么回事？这种场合怎么让2个穿着朴素的外人混进来了？哎呦，这副乡下打扮，看着就不体面，还不快把人赶出去！叔叔、阿姨，他们不是别人，是我爸妈。什么？你爸妈？你不是说你从小没爹妈吗？
一天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本来你就什么都给不了我姐，现在又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一对乡下父母，事前还不够拖累我姐吗？一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明知道我爸妈最好面，你还带他们来，是诚心想让我们一家在亲戚面前下不来台吗？小雪，我结婚，我父母来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大了！我今天好不容易打扮得风风光光，能在我闺蜜面前炫耀一把，这2位乡下的老人突然出现，我该在我那些闺蜜面前多丢脸啊！李雪，他们是生我养我的父母，我找了20多年才找到，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们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送外卖的靠不住。哼，老易，看来咱们这儿媳妇儿一家全是势利眼啊。先看看儿子怎么处理吧。小雪，今天是你的婚礼，大喜的日子，就别为难一天了。叔叔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咱们先落座，有什么事儿等婚礼结束再说，好吗？倒是这个姑娘，人还不错。爸妈，别往心里去。来，你们坐主位。等等，一天，我们为这婚礼忙前忙后的，坐在这儿合情合理。你爹妈1分钱也没出，凭什么做主位？就是，也不怕脏了这地儿。阿姨，我知道你们为我和小雪的婚礼付出了不少，可我爸妈也辛辛苦苦找了我20年，我要是连主桌都不让他们做，岂不是不孝？一天，大好的日子我不想闹僵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不许让他们坐我父母旁边。好，不做就不做。唉，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看来儿子还是站在儿媳妇那边。既然你们不愿意和我爸妈坐在一块儿，就请你们从这张桌子上搬走吧。一天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！一天，你敢把我们话当耳旁风？我只是想让我父母一起开心而已。你要让他俩做也可以，你父母可是1分钱都没有掏过，现在总得给我们点补偿吧？补偿？可是叔叔阿姨，我不是已经给过你们30万彩礼了吗？那是我爸妈看你以前是个孤儿，现在既然你爹妈找上门了，就没有空手吃白食的道理。阿姨，我爸妈刚和我相认，还没来得及准备礼物，要不我们先举行婚礼？一天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你说什么？我姐可是放弃了白家2少，屈尊嫁给你。今天你们家不给点诚意出来，这婚礼我看就别办了。没事儿，咱们家还是有点积蓄的。这黑卡里面还有50万，就当咱们这做父母的给儿媳妇的一点小心意吧。就这一张普通银行卡，你们这卡片里面连5000块都没有吗？一天，你爸妈拿个假卡出来，是嫌我今天还不够丢人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也是我爸妈的一点心意，你们不领情就算了，没必要这么践踏。心意，让人满意的才叫心意。一天，就你们这么一家子，这辈子都给不了我女儿想要的生活。叔叔，今天是小雪和一天的大喜日子，别因为一点误会伤了和气，咱们还是先进行婚礼吧。办什么办？我都说了，今天你要么立刻给我姐重新买一套大金镯子和大金链子，要么现在就跟你的这俩农民父母赶紧离开。小雪，买3金的钱我不是都给你了吗？给我了又怎么样？我弟说的没错，我李雪也自认为配得上最好的一切。我放弃了白2少那个金龟婿，你还想就这么让我嫁给你？天底下可没有这么好的事儿。听到了吗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今天必须给我女儿弄一套大金镯子和大金链。
李雪，你们一家非要在这么重要的日子为难我爸妈吗？没事，儿子，不就是金镯子吗？我们买。妈，你们平时在乡下种地，攒钱不容易，这大金镯子少说也要好几万，我不能让你们出这个钱。放心，儿子，娶媳妇儿是人生大事，爸给你们买。算你们还懂点事儿。那就别废话了，婚礼暂停，买完了再看我姐乐不乐意嫁给你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是想在李家面前给我撑排场，但现在金价不便宜，这卡里还有我平时跑外卖攒下的2万块钱，咱们就先买个差不多的吧。还有，如果这婚实在结不起，大不了我不结了，但我绝对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。你放心，待会儿你就带小雪去这家金店挑你们喜欢的。啊？爸妈还有点私事要办，待会儿就赶过去跟你们会合。这家金店，这不是上京最豪华最高档的金店吗？爸，你确定没写错位置吗？你只管去，听爸的。好吧。董事长好，夫人好。易总，您先前让我为少爷准备的贺礼已经备好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立刻送入婚礼现场。咱们的儿子心善又踏实，确实是个好孩子。但儿媳妇一家，可全都是群见钱眼开、捧高踩低的势利眼。如果我们现在暴露身份，他们绝对会像贪婪的人一样扑上来。为了儿子未来的幸福，我们现在绝不能公布我们的身份。这些贺礼全都收回去。接下来就看咱们儿子什么时候能看清这家子真正的嘴脸了。姐，这不是咱们龙国最奢侈的鼎盛金店吗？这吊顶，这墙饰，装修得花多少钱啊？何止装修，这可是龙国第一财团天恒集团名下的产业。我听人说，这里最低档的首饰都要好几万起步啊！哎呦，一天啊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爸妈深藏不露啊，居然让咱们来这儿买镯子。一天，这一个小镯子就要10几万。你要是真能给我买这个，咱们办完婚礼立刻就去领证。爸妈怎么会让我来这么豪华的金店？姐，你还真信他呀？你看他那样，他爸妈就算打拼10辈子也不可能买得起这里的东西。一天，你故意带我们来这儿，该不会是想骗我姐先把证领了吧？什么？好你个一天，你和你爹妈串通好了的是吧？果然什么爹妈生出什么样的儿子，我不同意。你们说我可以，但不许这么说我爸妈。我爸妈可能只是搞错了金店的地址，我这就打电话问清楚，换到哪个金店你也买不起半个镯子。白川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给你买首饰的，总不能让你带普通东西吧？好的，董事长，少爷现在在鼎盛金店，好像正被李家的人刁难。李家那群不知好歹的东西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给儿子撑腰。敢欺负我儿子，我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白少，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白家刚和天恒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，来这鼎盛金店买几件首饰，那还不是家常便饭？就这才10几万，小雪，你也太好打发了。不如这样，你今天喜欢什么，我来买单。百川，把你的手给我松开！嚷嚷什么呢？一天，你知不知道天恒集团的10亿投资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现在白家在上京，那可是顶尖豪门。你一个外卖员也敢对白少这么无礼？没错，现在小雪不过就是想要个10几万的镯子，你连这都做不到，还配做小雪的丈夫？去，
把这个款式的镯子给我包3个，带回去让小雪慢慢挑。白少果然财大气粗，只有您这样的青年才俊，才和咱们家小雪最般配。姐，谁有实力对你好，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？你看白少，说买就买，哪像那个送外卖的，连个像样的首饰都给不起。你们这话什么意思？小雪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真的要和这个人过苦日子吗？别继续耽误你的青春。一天，算了吧，你根本给不起我想要的生活。你说什么？小雪，你……小雪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！一天这几年来，每天风里雨里送外卖，把赚来的每1分钱都交给你。他为了你做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对他？这些当饭吃吗？就这个玉镯，200万。一天，你送1辈子外卖，你买得起吗？但是白少爷可以，他可以给我买10个、20个。好得很。我以前就是瞎了眼，竟然没看出来你居然如此势利。既然这样，这个证不领就不领了，婚礼取消，把我送你的3金，还有我辛辛苦苦攒下的30万，全部退还给我。我们从此一刀2断。一天，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我不和你结婚，你就要把给我的钱都拿回去？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？李雪，你弄清楚，现在是你要和我分手，那30万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，当然要拿回来。我还没向你要这3年来我给你花的那额外的几十万呢。一天，退什么退？那是我们小雪的青春损失费，你休想拿走1分钱。就是，这钱我们拿了就是拿了，没有送回去的道理。什么呀？不是我，这不关我的事儿。谁在这闹事？这谁干的？这可是首富易总和他夫人特意寄存在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价值1个亿。要是他们怪罪下来，我们全都要掉脑袋。什么？首富易总？传说得罪他们的没一个好下场。完了，我们完了！都怪你一天，要不是你在这胡搅蛮缠，我们至于摊上这事儿吗？没错，是他，经理，是这个送外卖的干的。他在这大吵大闹，纠缠我姐，才撞倒了展示柜。李浩，你别胡乱指责，这玉镯绝不是我碰碎的。经理，你直接去查下监控，真相马上就会水落石出。可恶！要是让易总知道这事跟我扯上关系，白家和天恒集团的合作就全毁了。还要查什么监控？你看他穿的这身寒酸样，肯定是买不起就想毁掉。经理，你赶紧把他抓起来！你们睁眼说瞎话，明明是你们推搡一天的时候撞上去的，监控看得清清楚楚。柳絮，你到底是谁的闺蜜？居然帮着这个送外卖的说话！要不是他死缠烂打，能出这种事吗？这镯子就是他弄碎的。小子，白家2少都指认你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身为经理不看监控，只听他们的一面之词。白家2少是什么身份？他一个顶级豪门的阔少，会自降身份去诬陷你？难道在你们眼里，上位者的话是真理，我们这些普通人说的话就不算数吗？一天，看来你还没有明白，在这个社会，身份就是一切。我说你做了，你就是做了，要怪就怪你没本事。经理，我看他也赔不起，直接报警吧，让他去监牢里慢慢反省。什么？把他拿下！放开我！不是我撞碎的！你们这群颠倒黑白的骗子！一天，有什么话你还是和治安员说去吧。你就乖乖在监牢里待着，度过你的后半生吧。
老易，咱们绝对不能让咱儿子出事儿啊！再开快点！要是我儿子受到一点伤害，我让他们所有人付出代价！你这个送外卖的，居然敢打我！经理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！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你们谁敢动他？柳轩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这么护着他，是不是早就和他有一腿了？我只是看不惯你们这群人这样针对一天。镯子明明是李浩撞碎的，你们凭什么赖在一天头上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撞的？我们几个看得清清楚楚，撞碎镯子的就是一天，他自己赔不起，就想拉我们垫背。不好了，经理，刚刚接到消息，易总和夫人正往这边赶，说快到门口了。什么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要是让易总看到这一地碎玉，我们谁也别想活。这下可怎么办？慌什么？又不是我们打碎的。百川，你得替我们家做主，这镯子是一天弄碎的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好了，赶紧把他给我抓住，正好把他交给易总夫妇谢罪。走，易总夫妇就要到了，赶紧把他给我控制住！一天，你们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爸妈，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是哪尊大佛驾到，原来是俩老农民。喂，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赶紧给我赶出去！哼，这就是一天那对乡下的父母，一家子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凭什么抓我儿子？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着你？老人家，你儿子打碎了1亿的玉镯，还打了本少，识相的话赶紧赔钱，不然待会儿等易总夫妇到了，你们全家都得去蹲大牢。亲家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咱们不是商量结婚的事儿吗？怎么突然要赔这么多钱？闭嘴！谁是你亲家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起，我女儿跟你儿子的婚约取消。取消婚约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？也不好好看看镜子，人家白少随手一块表，都抵你们一辈子种地的钱。一天，我姐当初就是瞎了眼，哼，才看上一天这没出息的。哦，这么说，李家是攀上高枝，看不上我们这小门小户了？没你们说的那么难听，只不过是白少能给我想要的生活，所以我和你们儿子分手了。一天，既然你爸妈来了，就赶紧让他们赔钱。爸妈，别理他们了，这种势利小人，不让他进咱家的门反而是好事儿。从今天起，我和李雪再无瓜葛。好儿子，总算看清这帮贪婪的人的真面目了。既然已经和李家断绝了关系，咱们这就公布身份。别在这演苦情戏了，易总夫妇就要到了。保镖，把他们3个给我围起来！今天他们必须给我赔钱！你们干什么？找我麻烦可以，别动我爸妈！小子，还在这儿给我逞英雄！给我上！够了，你们不是想见易总吗？其实，够了，这1亿我替他付。柳轩，你疯了吗？那可是价值不菲，你一个打工的拿什么付啊？这是龙纹黑金卡，只有资产过100亿的豪门才能持有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张卡？李雪，这些年我陪你演戏演够了，对不起一天，我骗了你。其实我真实的身份是龙国柳家的大小姐。柳家？那个垄断了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柳家？柳家大小姐，你就是2年前和我大哥订婚，然后悔婚失踪的柳家大小姐。雪儿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没错，2年前，为了逃脱和白家大少爷的婚约，我私自逃离了柳家。一天，你还记得吗？2年前的冬天，是你帮了窘迫的我。之前吃饭就别在我门口待着，走走走。这是我自己的饭，刚热的，你先吃，别饿坏了。
没事的，我一会儿再买。你是当年那个女孩。这些年，我默默待在你身边，寻找报恩的机会。看你起早贪黑，看你被李家这群贪婪的人欺负，却始终保持那份善良。今天，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你了。老爷，你看这姑娘，长得标致，心肠还好，比那李雪好10000倍啊！而且我看这姑娘对咱天儿有意思，咱撮合撮合。好啊！我说你怎么死活不肯再加钱，原来早就找到了下家。柳勋，你这个2面3刀的人，居然敢明目张胆抢我的男人！你放开我！李雪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和一天清清白白，问心无愧。既然你刚才已经当众宣布婚约取消，那从现在起，一天和谁在一起都轮不到你这跳梁小丑来指手画脚。行了，别演这种苦情戏。经理，卡也拿了，还不赶紧结账？是，刘小姐，请。刘小姐，这卡显示已被冻结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是我的私人账户。柳勋，你以为逃婚2年，你家老头子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？实话告诉你，你爸早就冻结了你所有账户。我刚接到消息，柳家的车队已经往这儿赶了，你就等着被绑回去，乖乖跟我大哥成亲吧。休想！我就是死，也不会嫁给那个疯子。哼，一天，我真佩服你，给这些千金小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一个2个都为你要死要活。只可惜啊，没钱，在这世上依旧是普通人一个。经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这镯子碎了，卡也刷不出来，这就是明晃晃的诈骗！赶紧把他们抓起来，不然，待会儿易总夫妇到了，你这店经理也就到头了。保镖，快，把这几个全给我抓起来送警局！我看谁敢动！一天，你爹又发什么疯？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？吼一嗓子还想吓唬谁啊？爸妈，你们不用管我，我一个人扛得住。放心，儿子，不用扛。这家店本来就是咱们的。一天，你爸妈不会是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？上京谁不知道这鼎盛金店是易总夫妇的产业？怎么，你们这2个浑身加起来不超过200块的乡下人，难道还想说你们就是易总夫妇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？爸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想帮我解围，但冒充易总夫妇也太离谱了吧？咱们虽然穷，但不能做这种事儿。一天，我现在真是庆幸啊，还好今天没跟你领证。要早知道你父母是一对神经病，我哪儿还会跟你这种普通人浪费时间？住口！李雪，你冲我来可以，我不准你这么侮辱我爸妈。行了，别在这演猴戏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金店可是当初易总夫妇为了纪念走失的儿子专门创办的。看到那盖着的红幕布了吗？那红色幕布下面可是易总夫妇的绝版全家福。你父母是不是易总？待会儿一看便知。今天就让你们这群骗子开开眼，看看真正的首富长什么样。这爸妈，怎么你们会在那上面？还有我小时候，这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就是他们口中的易总。什么？你们就是易总夫妇？那一天岂不就是首富少爷？刚刚我们居然这么对待一天，那咱们不是死定了？怎么可能？一天怎么可能是首富之子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好你个一天，为了骗我领证，你竟然连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都使出来了。
爸妈、弟弟，你们不要被他唬住了，他们明显是在装腔作势骗我们呢。啊，我就说嘛，这2个农民怎么可能是首富？肯定是一天这小子提前找人合成了一张假照片，趁乱偷偷给替换了。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一天，你找这种高级修图师花了不少钱吧？爸妈，我在外打拼8年，虽然穷，但我最坚守的就是诚实守信。你们就算心疼我，想让我更有面子，也不该拿假照片来骗人啊！老易，坏了，儿子这脾气太正直了，要是让他知道咱们在测试他，他万一和咱们断绝关系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千万不能露馅儿，先顺着他说。是爸妈糊涂了，我们怕你被这家人瞧不起，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弄巧成拙了。咱们走，这婚不结了。走？毁了店里的镇店之宝还想走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这假照片挂在这儿，就是对易总夫妇的侮辱！给我拿锤子把这破玩意儿砸碎了！住手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护着这么一张假照片，你还真是神经病啊！这是我们一家3口这么多年唯一的合影。在你们眼里，它可能只是一张擦脚都嫌脏的相片，但在我心里，它比这金店里所有的金子都珍贵。我告诉你，易总夫妇马上就要过来了，要是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全家福被你们给换了，你们后悔都来不及！给我砸！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得罪鼎盛金店的下场。砸得好，没钱还想装阔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姐，你看一天那副模样，真解气。一天，现在认错已经晚了，你和你爸妈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老易，我看不下去，我现在就要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店长，您可算来了，有人把易总夫妇的全家福给换掉了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子？你砸了这张全家福？是啊，这种麻烦挂在这里，就是对易总的侮辱。店长，您快带保镖把这几个人抓起来，送去警局吧。店长，您打我干什么？我是在保护咱们店的声誉啊！保护？你刚刚砸的就是易总夫妇的全家福！什么？可这不是那家骗子换上去的假照片吗？你个大逆不道的混账！你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是谁？这就是咱们天恒集团的主人，龙国首富易总夫妇。这怎么可能？店长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闭上你的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易总不敬？当年鼎盛金店开业剪彩，易总夫妇亲自到场，我在台下站了整整2个小时，那张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一天，易总，姐，他们都姓易，难道这送外卖的真是易家少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要是首富的儿子，至于为了3斤钱被我们难为成那样？白川，你快说话呀！你不是跟天恒集团有业务往来吗？你一定见过易总夫妇，对不对？我平时的生意往来都是我爸出面，我这种级别的哪有机会见到易总本尊？但易总夫妇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扮成农民跑到这里来？店长，你再仔细看清楚，这2个家伙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怎么可能是易总夫妇？虽然外貌确实一模一样，但这位先生确实打扮的……这样吧，当年易总夫妇曾留下过一个私人联络电话，我现在就打过去，是不是真的，立马就见分晓。老易，怎么办？
要是现在穿帮了，儿子知道咱们一直在演戏骗他，肯定会埋怨咱们的。肯定是村长打来的，催我们回去收麦子呢。奇怪，这一天父母不会真是易总夫妇吧？爸，要不还是接一下吧。接。对，接一下。您好，这里是天恒集团，我是易总的私人秘书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跟我说。是易总秘书啊。没事，就是想向易总夫妇问个好，打扰了。好的，我会转达。想起来了，出门前我把手机交给秘书了，虚惊一场。还好，你们果然不是易总夫妇。我就说嘛，易总夫妇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穿成这副模样跑到这里来？一天，你爸就这点出息，还想冒充首富？哈，2个土老帽差点把我们唬住了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来人，把这几个寻衅滋事的给我带走，押到后台，等易总夫妇来了，亲自向易总谢罪。谁都不许动他们。一天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说不许动就不许动啊？哼，如果我说这家金店是我的呢？说什么梦话呢？鼎盛金店是易总名下的产业，你一个种地的农民，哪来的脸说这金店是你的？哈，这老头是不是被吓傻了？一天，你们一家子还真是丢人现眼啊！这个就是证明。就这，一块破牌子，老邓，演戏也找个像样的道具行吗？这是咱们鼎盛金店唯一的保险柜密钥。店长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老头随便掏个破铜烂铁，怎么可能是密钥？就是一天，你爸妈从哪儿捡来的废铁，居然敢到鼎盛金店来招摇撞骗？店长，别被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给唬住了。这种老骗子，我见多了。可这做工，这纹路，确实和密钥一模一样。是不是真的？一试便知。鼎盛金店的保险柜就在柜台后吧。好，我这就去验明一下。演得挺像那么回事儿，等会儿开不了柜子，看你们怎么收场。打开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真的开了！这保险柜密钥世间仅此一把，除了易总，绝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拥有。这是真的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儿子，我认识这金店的董事长，这玩意儿是他送给我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农民，怎么可能认识天恒集团的董事长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从哪儿偷来的。对，一定是偷的。店长，你还不快把这个小偷抓起来！哼，居然敢偷到天恒集团的董事长头上！店长，赶紧报警！这种人死有余辜。白川，你少胡乱指责，我爸绝不会干这种事儿。爸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给骗了？这东西咱们还给人家。儿子，别慌，信你爸我的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我只能让这儿的总经理亲自来解释一下了。易总，小赵啊，这鼎盛金店出了点事儿，你来一下。是易总，我马上就来。
好了，你们的总经理赵诗林马上就到。老头，你是演戏演上瘾了吧？赵诗林是什么人？那是易总最看重的左膀右臂，在整个上京内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一个兜里掏不出100块钱的农民，打个电话就能叫动他。白少说的对，一天，你爸妈撒谎也不打个草稿，我看你们就是不想赔钱，才编出这么多谎话来。对，店长，这种小偷还跟他们废什么话？直接送警察局啊！闭嘴！李浩，你再敢指我爸一下试试！我父母这辈子勤勤恳恳，绝不可能偷别人的东西。哟，还装起可怜来了？没偷。那这开保险柜的玩意儿哪来的？店长，你还是赶紧查查，这店还有没有东西被这家子骗子偷偷拿走吧。都给我仔仔细细搜清楚了。你们尽管查，我爸妈没偷就是没偷。店长，不好了，二楼展柜里那个价值1000万的玉佛坠子不见了。什么？你看，就是他们一家偷的，还说没有偷别人东西，现在这不是正好撞坏了镇店之宝，还偷换易总的全家福，偷了金店的东西，简直是胆大妄为。我爸妈没有，他们绝对没有偷东西。你爸妈没偷，那这玉佛坠子去哪儿了？凭空消失的。这个嘛，说不定易总夫妇觉得那玉质不错，拿去做磨脚石了呢。一天，你这爹妈真有意思，那可是价值1000万的玉佛坠子，我白家都不能直接拿出1000万。易总夫妻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拿来干这种蠢事？1000万的磨脚石，乡下人就是招笑，根本想象不出来富豪们过的是什么生活。店长，我查到了，这个玉佛坠子上个月确实被易总夫妇拿走了，他们重新找师傅磨了，做磨脚石。老爸，你怎么知道易总夫妇拿去做磨脚石了？我在手机上看到的，说这些大富豪都有些怪癖嘛，瞎猜的。对，就是看新闻瞎猜的。瞎猜怎么可能猜得这么准？不好了，店长，店里那个价值3000万的黄金宝马摆件不见了。你别急，说不定就放在门口招财呢。店长真的在这儿，就摆在门口。店长，店里那幅国宝级的刺绣图也不见了。说不定是易总夫人看那牡丹绣的漂亮，拿回去绣旗袍了呢。店长确实拿去做了旗袍，今天刚好送回来。这居然全部猜对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对这里的情况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该不会你们……不愧是我爸妈，这提醒也太准了。对，我们就是瞎蒙的，没想到这大富豪的心思还真让我们给蒙着了。是啊，妈就是随口一说，这纯属巧合。店长，你快看看这柜台上是不是少了东西？哎呀，这里刚才放着的金镶玉吊牌去哪儿了？那可是价值几10万的新品。臭老头，好啊！我说你们怎么对店里的事儿这么清楚？原来是提前来踩过点儿，故意整那些玄乎的掩耳盗铃，其实是想趁乱偷东西。老婆，你什么时候把那吊牌拿走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就算要拿，也不会拿这么便宜的货色。怎么，说不出话来了吧？心虚了？经理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直接送警察局。就是。果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，竟然偷到金店来了，丢死人了！不可能，我爸妈绝不会做这种事。哼，你们说东西丢了，这里到处都是监控，查一下不就清楚？查什么查？你就是想拖延时间，待会儿好趁我们不注意溜走。店长，这种惯贼狡猾得很，再等下去赃物就被转移了，还不赶紧把他们抓起来？经理，带人把他们扣住，搜身！我看谁敢！都给我住手！我看谁敢动！赵总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这点小事哪能惊动您大驾呀？
我接到电话，说这里出了点事，要我来处理。完了完了，竟然连赵总都惊动了，你们一家完蛋了！这家人不仅毁坏了咱们的镇店之宝，偷了咱们店的秘药。对，赵总，这一家子就是社会毒瘤，手脚不干净，还敢在这儿招摇撞骗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还谎称认识您，甚至偷拿了柜台的金镶玉吊牌。赵总，这种人如果不严惩，以后谁还敢来咱们鼎盛金店买东西？在我店里犯事儿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小赵啊，怎么了？赵总，您看这老人家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对您不敬？依我看，就应该先暴揍这群刁民一顿，再扔给易总夫妇谢罪。住口！赵总，您打我干什么？是他们偷东西啊！你这个没眼光的东西，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？这可是大名鼎鼎的。小赵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还麻烦你出面一趟。什么情况？易总和夫人穿成这样，难道是在玩微服私访？对，大佬都爱扮猪吃虎，我可千万不能坏了易总的兴致。是啊，老易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刚才差点没认出你来。赵总，您管这老先生叫老易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就是个普通的乡下农民啊！混账！这秘药确实是我送给这位老先生的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就算秘药真是您送的，那金镶玉吊牌丢失的事怎么算？他们这种人，撒起谎来一套一套的，绝不能掉以轻心啊！一天，你要是真没拿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搜身？我看啊，你们就是拿了，穷疯了想讹钱。我相信一天一家，他们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赵总，我看只要查了监控，就会真相大白。陆勋，你少在这里装好人！不是他们偷的还能是谁？你少在这里多管闲事！就是，这种人看着就不像好人，查什么监控，浪费赵总时间，赶紧把他们扔出去算了。有些人衣服穿的破旧，但心是红的，而有些人穿的光鲜亮丽，背地里却不知道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够了！去，把监控给我调出来，投在大屏幕上。赵总，这监控昨天好像坏了，还没修好。去查，3分钟内我看不到画面，你明天就去大街上要饭。我鼎盛金店不需要你这种人。糟了，监控要是调出来，我就完了。都是白少出的馊主意，这下要出事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监控不是坏了吗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白少让我配合他的。他说只要把脏水泼到那家人身上，就给我10万块钱。让开，都让开！抓住他！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啊？居然来我们金店偷东西，还想栽赃给他人，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。老李，这怎么办啊？咱儿子要被抓进去了。姓赵的，你知不知道我家跟天恒集团有合作？处理了我，对你没好处。一天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我可是你的未婚妻，我刚才只是被白川骗了，你快求求赵总，别报警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行不行？未婚妻，李雪，你刚才当众说要退婚，嫌弃我父母是农民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的未婚夫吗？我那是气话。一天，我心里还是有你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们都谈了3年了，你忍心看着我弟弟受罚吗？是你亲手毁了我们的婚约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不要联系了。一天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老大哥，你看咱们亲家一场，你就饶了我这2个不懂事的孩子吧，我给你赔礼道歉了。别，这声大过担不起。我们只是你口中那个普通农民，
不配做你们李家的亲家。是我大哥，肯定是我大哥来救我了。白川，你究竟在外面闯了什么祸？哥，我在金店处理一点小事儿，很快就回去了。小事？天恒集团易总的秘书刚刚亲自下达命令，全面取消跟我们白家所有的合作。他让我来问问你，你在鼎盛金店干了什么？你想把白家害惨吗？啊？怎么可能？易总夫妇怎么会知道这里的事？你们两个从今天给我降职处理，扣发半年奖金。要是再有下次，直接离开公司，听明白了吗？是，赵总教训的是，我们一定改，绝对没有下次了。求您原谅我们的失职，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儿。我们一定擦亮眼睛，再也不会以貌取人了。行了，先下去吧。太好了，真相大白了，叔叔阿姨都没事，这下总算放心了。薰儿，今天真的多谢你了。要是没有你刚才一直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，恐怕我和我爸妈今天真的要被他们冤枉了。没事的，一天。其实我还自责呢，觉得自己刚才没帮到你什么。你快放开我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抱歉，我一时激动唐突了。我就是太感激你了。哎，老易，你看，我看他们两个感觉很有机会啊。这姑娘长得好看，心地又善良，跟咱们儿子简直是天作之合。这姑娘确实不错，刚才那么多人都不敢说话，只有她敢出来帮咱们儿子。既然她帮了咱们儿子，咱们做长辈的不好好表示一下可不行。这位小姐，请留步。赵总，您是在叫我吗？恭喜您，小姐。经过我们后台系统刚刚精确的统计，您恰好新开业以来有手9999个踏出店门的顾客。为了庆祝这个无比吉利的数字，我走出门这种奖项，我长这么大手轻说，太奇怪了吧？这是我们金店的传统，每年都会有这个幸运顾客奖项。您这运气可不是一般的好。一天，你看这家店的服务也太特别了吧，居然还有意外的小礼物呢！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中过奖呢。可能是赵总今天心情好，既然是奖品，你就收下吧，也算是你今天好心有好报。赵总，这太贵重了。这顶凤冠传说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孤物，价值连城，怎么可能是随便出门就能领到的贺礼？我不能收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收不起。哎，小姐，您太客气了，这就是我们店的活动，专门给幸运顾客准备的，您就收下吧。薰儿，你这孩子就是太实在，人家小赵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是那什么幸运客户，这可是有特殊意义的纪念。你要是不收，人家店里的吉利数字不就破了吗？啊，对，小姐，这确实是我们易总夫妇特意交代设立的神秘大奖，能落在您手里那是缘分，您就安心收下吧。一天，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？哪有送价值上亿的礼物当奖品的？这也太夸张了。说不定这位易总夫妇钱多的没处花了，就是有点怪癖，专门喜欢送这种昂贵的礼物给有缘人。没错，上位者的心思，咱们普通人哪猜得透啊？既然是奖项，那咱们就收下吧。人家赵总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推辞了。真想不到，短短一天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我找回了失散多年的爸妈，也彻底认清了一些人。儿子，那些不真诚的人走了是好事儿，以后有爸妈在，没人能再欺负你。对，咱们苦尽甘来，今儿个得好好庆祝庆祝。咱们一家人还没正经吃过一顿团圆宴呢。以前妈没能照顾你，以后妈一定给你补上。妈，您说的对，今天我来付钱，咱们去吃顿好的。我发了这个月的工资，足够咱们好好吃一顿了。薰儿也得跟我们一起去，今天多亏了你护着一天，不然咱们一家还不知道被欺负成什么样呢。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说什么也得跟我们一起吃顿饭。阿姨，这真的可以吗？毕竟这是你们一家的团圆宴，我一个外人去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在阿姨心里早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。走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今天阿姨请客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那好吧，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。站住，请等一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有什么事吗？你们是谁？光天化日之下拦住我们想干什么？薰儿，别怕，有我们在呢。天塌下来有叔叔阿姨顶着。
薰儿，闹够了没有？还不快过来！爸爸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薰儿，这是你爸爸。哼，别再任性了。堂堂柳家大小姐，成天跟些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马上跟我回去，和白家大少成婚，婚礼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回去了。我不要，我绝不和不爱的人结婚。爸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对白少天根本没有感情。薰儿，你别不知好歹，白家大少是白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不仅年轻有为，还对你一见钟情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好姻缘。你嫁给他是你的福气。爸，白少天是什么人，您难道不清楚吗？他花心大萝卜，名声不好。你让我嫁给他，我不会幸福的，我死也不会嫁的。名声算什么？重要的是他有钱有势。只要你能嫁进白家，咱们柳家就能搭上白氏集团这条线，以后在龙国的商界发展会更好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为家里做这点贡献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你这是把薰儿当成交易的筹码，他是人，不是你们利益交换的工具。你身为他的父亲，怎么能这么自私？这位年轻人，你还是不要管我们家的事了。薰儿跟着你，以后生活不会有保障的。老爷，这人是薰儿的父亲，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，居然把亲生女儿当商品一样安排。亲父女居然不考虑女儿的幸福，真是让人失望。爸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柳家好，但我的幸福呢？我的人生呢？难道我就该为了您的商业利牺牲我的一辈子吗？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，这次我不想再听了。住口！婚姻大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自己做主了？保镖，请小姐上车。你们没听见他说他不走吗？今天有我在，你们谁也别想带走他。小伙子，你很有勇气啊！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随便动一动手指，就能让你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受到影响。我只知道薰儿是我朋友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强迫他做不愿意的事，就算你是他爸爸也不行。哼，真是笑话！你睁大眼睛看看清楚，白家大少可是全龙国颇有名望的青年才俊，出身高贵，权势滔天。你嫁给他，那是我们柳一家高攀。你是柳家大小姐，没钱这个普通的打工小伙不知道好多少倍。爸，可是爸，这一次我的婚姻我要自己做主，我就要嫁给他。天哪，薰儿她这姑娘也太敢了，我喜欢。我就要和他结婚，就算他现在条件普通，我也非他不嫁。简直太不懂事了！堂堂千金大小姐居然做出这种事儿，我柳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跟我回去结婚，要么就再也别认我这个爸爸。薰儿，你这是，你没必要为了气你爸做到这个份上啊！对不起，一天，我只是想让我爸死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脸面，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，逼我嫁给白家那个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，真的是为了我吗？你不过是想用我的下半辈子去换取一家家宴的邀请函罢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懂什么？你可知那一家家宴的邀请函，是多少豪门贵族倾家荡产都求之不得的东西。只要有了那张邀请函，就能和易总夫妇搭上关系，哪怕只是在宴会上露个脸，咱们柳家就能一步登天。那白家可是易总夫妇新看中的合作伙伴，只要你嫁过去，咱们柳家就能飞黄腾达。以后你想要什么没有？老爷，家里那邀请函不是多到数不清吗？上次你还拿了一沓给我当书签呢。谁说不是呢？昨天你嫌桌腿不平，不是还顺手拿了一沓垫桌角了吗？我看这刘总是想钱想疯了。那咱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？这孩子挺可怜的，被亲爹这么对待，总不能真让他被抓回去嫁给那个什么白少吧？看情况吧，先让一天处理，实在不行我们再出手。这小子也该历练历练。就算你们柳家想要飞黄腾达，也不能拿薰儿的幸福做筹码。你眼中只有利益，根本不配做父亲。那张邀请函，你这种人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，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，也配跟我女儿在一起？请小姐上车。薰儿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一天，你别冲动，他们人多，你别和他们起冲突。你快走，别管我了。慢着，这位老先生，请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把我女儿带走。哎，我说这位刘总，听你这意思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这邀请函，那是不是只要我们拿出了邀请函，你就能同意薰儿嫁给我们家一天啊？爸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邀请函？叔叔，你有易总家宴的邀请函？这不可能啊！那种邀请函普通人根本拿不到。
哪来的老先生？开玩笑也要有个度吧！连顶级豪门破费数千万都拿不到的东西，就凭你要是能拿出邀请函，我把我的姓倒过来写。我告诉你，天恒集团的易总夫妇，他们的家宴邀请函只有顶级豪门才有资格拿到，你怕是连天恒集团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吧？太好笑了，是吗？我记得应该在这儿呢，上次垫桌脚来着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装什么装？你以为随便掏个什么东西出来就能冒充邀请函？我警告你，要是拿不出来，就请你不要耽误我们的事儿。你说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吧？我记得我家还有一摞呢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送你几张。这是顶级黑金邀请函。这龙纹密印，这顶级材质，这居然真的是天恒集团最高规格的黑金邀请函，这怎么可能？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个嘛，其实是刚刚我和你妈过来的路上，在马路边扶了一个摔倒的老头。对，那老头穿的可体面了，一看就是个大富豪。他非说我们两口子是好人，为了感谢我们，随手就把这个小卡片塞给我们了。马路边扶个老爷爷，直接送这么珍贵的黑金邀请函，这也行？刘总，卡你也看过了，现在总该相信了吧？这位老大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开个条件，我出50万买你手里这张邀请函。你想想，你们种一辈子地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啊！谁稀罕你的钱？你刚才自己一口一个为了薰儿好，不就是想拿薰儿的婚事去换这张邀请函吗？现在邀请函就在这儿，只要你答应薰儿和我儿子在一起，这邀请函就是你的了。柳薰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确定要放弃白家大少爷，跟这个小伙子在一起？你以后可别后悔。我确定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对不起啊，一天，刚才情况紧急，是我擅自亲了你，你别介意。没事儿，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好，简直太好了！既然旭儿父亲都点头了，那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。对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你们俩现在就去民政局领证，我和你爸这就回去给你们准备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您真的就这样让大小姐和那个小伙子在一起了？那白家大少爷那边到时候交不出人，可怎么交代啊？哼，怕什么？就凭那几个乡巴佬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现在有了这张天恒集团的邀请函，只要靠着它搭上易总夫妇，我们柳家就是顶级豪门了。那大小姐的婚事怎么办？就让他们去折腾那破婚礼吧。等他们举办婚礼那天，你提前联系好白家的人。总裁，您的意思是？到时候直接让白家大少爷带人去婚礼现场，把那个普通人打断腿扔出去，再把薰儿带走。这样一来，邀请函我拿到了，白家的联姻也保住了，一箭双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薰儿，对不起，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现在为了我，竟然和家里闹翻了，而我现在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办法给你准备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拼命努力挣钱，不管送多少单外卖，吃多少苦，我绝不会让你跟着我受委屈。我一定会让你，还有我爸妈，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。一天，别说对不起，我看中的从来都不是钱，而是你这个人。只要我们能平平安安在一起，就足够了。好孩子，真是好儿媳妇儿。儿子，你放心，这婚礼的事儿就全包在我和你妈身上了，绝对给你们办得风风光光。爸妈，你们在乡下种地，好不容易才有点积蓄，我怎么能让你们掏钱？这钱还是我自己去想办法吧，大不了我晚上再多兼职跑2份工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呢？放心吧，你爸妈啊有的是能耐。我和你爸在老家还有几个混得不错的亲戚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行了行了，刚领证的大好日子，别在这杵着操心了。你们俩赶紧去过你们的2人世界，好好吃顿饭庆祝一下。婚礼的事儿千万别管了。对对对，快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，玩得开心点儿。那爸妈，你们回去也慢点啊，别太操劳了。老易，儿子如今连结婚证都领了，咱们这么一直瞒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等到婚礼那天，咱们就把咱们的真实身份告诉儿子。都快半个小时了，怎么爸妈说的婚车还没来啊？也许是路上有些堵车耽搁了，别着急。要不你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问问看。好，我这就打。这豪车排场，难道这就是爸妈跟老家亲戚借的婚车？爸妈还真是有办法呀！爸爸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接你去和白家大少爷结婚的。薰儿，你赶紧和我走吧，白家大少爷才是你该有的归宿。爸爸，你之前不是已经答应了我，同意我和一天结婚了吗？薰儿，我只是看你一时冲动，想让你冷静冷静，但爱情不能当饭吃，跟这种人结婚，你一辈子都只会吃苦受累。听爸爸的话，和白家大少爷结婚吧，白家的财力地位能让你过上真正的好日子。绝不可能！我宁可跟着一天吃苦，也绝不和那个白少天结婚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这婚结不结可不是你说了算。他说了不和你走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要强迫他做不愿意的事儿。反了！你这个臭小子居然敢打我！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大小姐给我强行带上车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劳斯莱斯幻影特别定制版，全球限量只有10辆的顶级豪车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请问，你们是一天先生和柳絮女士吗？对，我们就是。太好了，易先生、刘女士，这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接亲车队，请2位上车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种规格的车队，
光是出场费恐怕耗资1000万都请不起。他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小子，怎么可能叫得来这种车队？这一天，这是叔叔阿姨给我们准备的接亲车队吗？既然他们都准确喊出了我们的名字，那应该就是爸妈安排的吧？真没想到，爸妈在老家还能借到这么气派的车。薰儿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先上去吧。给我站住！薰儿是白家大少爷看上的女人，今天谁也带不走。闲杂人等，请立刻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反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不过是一群普通人，给我上车去追！白少已经在婚礼现场等着了，今天就算是绑，薰儿也必须嫁给他。这不是上京第一酒店天恒集团旗下的金华酒店吗？一天，叔叔阿姨确定是把婚礼定在这儿？手机上发的定位确实是这里，可这也太夸张了。二位请移步，婚礼宴会厅就在里面，已经为您准备妥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等进去问问爸妈就知道了。好。一天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？这可是金华酒店最顶级的宴会厅，据说连上京顶级家族都未必能轻易包下这里。叔叔阿姨就算在老家有些人脉，也不可能订到这种地方啊。可爸妈发我的位置，确实是在这个厅，一点都没错。小姐你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这个宴会厅今天是谁订的？先生您好，预订记录显示，今天包下整个宴会厅的是一位姓易的先生，专门为他儿子举办婚礼的。薰儿，你听到了吗？姓易的先生肯定是我爸，看来我们的婚礼就是在这儿了。白少天，是你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和你结婚了。今天可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小子，就是你害我弟弟蹲局子，现在还想抢我的女人是吧？你想对他干什么？有事冲我来！冲你，我哪舍得呀？不过这个穷小子连本少爷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你居然还护着这种人。薰儿，你还在执迷不悟吗？你看看这小子，从头到脚哪一点能比得过白少？你跟着他有什么未来？够了，我虽然没有那么多钱，但一定会尽我所能给薰儿更好的生活。你以为这是过家家？在龙国没有钱和势，寸步难行。告诉你，这个顶配宴会厅被我预定了。你胡说八道！这里明明是我和一天的婚礼现场，你们凭什么说预定了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！这金华酒店最顶级的宴会厅，光场地费就要3000万。你问问你旁边那个穷小子，他全家打工一辈子，能不能预定得起？3000万，这可是3000万啊！爸妈只是本分的乡下人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难道真的是搞错了？服务员，刷卡！现在立刻叫保安，把这个碍事的给我赶出去，别脏了本少爷的婚礼。抱歉，白少爷，您的卡请收好，这个宴会厅您不能预定。你看不清吗？本少爷有的是钱。抱歉，因为这里已经被易总夫妇全款预定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总夫妇？哪个易总？难道是天恒集团的那位龙国首富？这金华酒店除了那位首富，还有谁敢自称易总？可是首富怎么会在这儿预定场地？哎呦，这不是易总身边的李秘书吗？李秘书，今天到底吹的什么风，竟然让您大驾光临？您看您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人给您准备最高规格的接待啊！不必了，易总夫妇今天要为他们的儿子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我是奉命提前过来清场，为易总准备接亲事宜的。你也姓易，
难不成你就是那位首富易总的亲生儿子？胡说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绝对是提前打听到了易总今天在这儿办婚礼，所以故意跑到这儿来冒充易总的儿子。我没有冒充任何人，更没有撒谎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还在嘴硬！你那对农民父母要是能掏出3000万，我今天把这宴会厅的桌子生吃了。雪儿，你还不清醒吗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不仅穷，还满嘴谎言。你跟我走，别跟这种麻烦混在一起。你放开我，白少天！今天你必须跟我走，本少爷看上你，还轮不到一个普通人家来碰。我绝不和你走，我相信一天，他这样真诚善良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骗我的。好你个不知廉耻的不孝女，你居然为了一个穷小子，连白家大少爷都拒绝，你这是要把我们柳家往死路上推呀！来人，都给我进来！把这个女人给我强带走，把这个冒牌货给我赶出去！一天，给我住手！我看今天谁敢动他！儿子，你没受伤吧？那群看不清情况的人没伤着你吧？原来是你们，从哪儿租了这么一套高档行头，还跑到这儿来故作姿态了？你们以为换了套衣服就能改变你们身上那股子盖不住的穷酸气吗？真当你们是易总夫妇不成？就你首富易总，也不好好看看自己那个样子。老人家编瞎给我编点真实的。谁不知道易总夫妇可是龙国第一首富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今天布置这宴会厅的贴身秘书李秘书，他现在就在这儿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说大话？看见了吧？李秘书亲自过来了，冒充首富易总夫妇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要亲眼看着你们一家3口被请出去。李秘书，您快过来看看，这几个不知轻重的人。不仅强占了易总夫妇包下的宴会厅，居然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，谎称自己就是易总夫妇，这简直是对易总的极大侮辱！你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这几个人啊！有什么事，冲我一个人来。今天的事都是因我而起，跟我父母无关，你们别碰我爸妈。易总好，夫人好，少爷好。易总好，夫人好，少爷好。什么？李秘书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几个人怎么可能会是易总夫妇？滚开！你敢骂我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在这里辱骂易总一家？爸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不是在乡下种地吗？怎么会？抱歉，儿子，爸妈也是怕你一时接受不了，所以才瞒到现在。我们就是怕你知道真相后，会觉得我们骗了你，会和我们断绝关系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永远是我爸妈，不管是首富也好，还是农民也好，我永远都不会和你们分开。医生，我错了，是我没眼光，是我永远不识泰山，求您放过我吧。乖女婿，你不会怪老丈人吧？雪儿，你替我给乖女婿求情啊！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爸，当初您为了家族利益逼我嫁给这个纨绔子弟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是一家人？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李秘书，通知法务部门对过去及今天的行为进行取证。在今天的偷窃行为、刘广生企图强行带人的事实，都交由法律途径处理。我们天恒也会重新评估与白家、柳家的合作关系。好了，既然碍事的人已经赶走了，晦气也清了，那咱们就别耽误吉时了，继续举办婚礼。孩子，今天我就是你的父亲，我来送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爸。傻孩子，不哭，去吧。今天你是最美的新娘。孩子，祝你们幸福。